我们要真正习惯过紧日子，牢记财政的钱是人民的钱，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，坚决压减不必要的支出，严厉惩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行为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上，用在老百姓身上。这也不会找一天，你给找一天，你给找一天给发出去啊！你发出去，这你给别看着，也给那儿那个也。不就是哪个样啊？看看那谁群多是给发下的，咱就新店道上这，在这长太大了。整个村的赵庄村的啊，赵庄村的这儿啊，你叫他一下，叫他一下。你帮我敲了敲不动，你帮我一下。你看，叫也叫不动，你还我帮抱，等一下我怎么帮抱啊？安安你，醒醒哎，怎么了嘞？完了，不得了，赶紧打120。你有什么梦想？人家都喝绿茶，我也没喝过绿茶。绿茶？你的梦想就是喝个绿茶？喝个绿茶，夏天解暑的了。你在这等一会儿，你不是说这辈子你的梦想就是喝瓶绿茶吗？我现在我去给你买绿茶，好不好？喝绿茶好。好，那你在这等我，等一下我啊。你别乱跑啊！我给你打开，先喝一口。我就在让你的。这，你看看这你麻烦，你看。搞走吧，你搞走吧。哥们儿，你吃永远都可以啊，吃的永远都可以。他饿了给打包，他饿了可以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哥们儿，他饿了可以打包，但是一样，他饿了随便吃，但是一样。都给他吧啊。我们都是年轻人，我们都是吧？对。你饿了随便吃，哥们儿啊。有次那。您有一条新预订订单，请查看。黄瓜，就那一个黄瓜吗？我昨天我下班的时候，那个人家都舍不得买菜。哦，这里装的蒜，那里就那一点菜吗？是啊。啊？够吃就可以。够吃就可以了。太省了。太省了。再买一盒。240块钱，可能是你的一顿饭钱。但有的家庭能花14天，上周带2人做完检查，身上就剩4块钱。我这个哥们儿今天辞职了，为什么辞职呢？是一个设计师，看这个职位，设计专家，出勤天数30天，上了30天班，工资39，上了30天班。然后工资发了39，辞职了。在我这1毛啊，你1毛个嘚儿啊，一个月挣39块钱。没有大兵压境，却感觉兵荒马乱；没有一片乌云，却感觉风雨飘摇。明明是光天化日，却总感觉到处都是暗箱操作。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他为什么打压你啊？是中国的高科技，什么太他不可想象的，1万多种亿都超越了美国了，太简单。再管起来不了，再管起来，你把个和他们搞，就说你美国就把这个地方美国还没得。就像你呀，你来你屋里找那个。我这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阮细军。阮信军。对。你做什么？捡破烂。捡破烂。He collects some stuffs like let me show you here. These things. 那是饭盒。饭盒。对。你告诉我，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结婚。对呀，一个人在流浪嘛。有没有孩子吗？没处过对象，没结过婚。在中国，很多大男孩没有老婆的。这个被子就他吗 ？Yeah, and this looks so dirty. 他可以钻在里面睡觉。你们的国家是什么的外国人？我是阿富汗。阿富汗啊？是的。你可以跟中国到中国来发展吗？中国在全世界是全世界领先发展第一块，这个。I have no idea 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because my Chinese is not that good. But some people help him, like they give him the sandals. 这不是那个外国人给你对吧？对啊。But this is a beautiful city. I'm in Guangzhou, and it's the main like business city here. I don't know. 你告诉他说，中国在全球发展第一块，全球领先，不管是什么，是楼房啊，还是那个飞机呀，还有轮船呐，还有那个火箭呐，还有那个全世界的全球的导弹呢，中国在全球领先，是最厉害的。你跟他翻译。Okay. He's asking me to translate his things, but I don't know what he said, but I will write translating in there. So let's sleep. 可以睡觉。万万没想到啊！现在像我这个37、8岁这个年龄，打螺丝都没人要啊！是真的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也不是文案，也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他这几天没吃饭吗？几天没吃饭？天哪，真可怜！几天没吃饭了，工作也没找到是吧？他们被他妈中介坑过来坑过去的，中介啊！哎呀妈的，前面那个也是中介，做了18天，一个女孩子，做了18天，你知道给多少钱吗？200块钱，18天200块钱呢。巧克力糖，吃一口，吃嘛，快吃啊！有没有水呀？你们已经给他喝，已经拿一瓶给他了，那瓶是他的。你给他赶紧给他。难受啊，还难受啊。慢慢吃。靠！一个这样的送外卖的，我靠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化步兵旅退役老兵，现在在跑外卖，一定要相信，人会莫名其妙的好起来，家庭好，身体好，事业好，爱情好。我说兄弟们，一个午高峰跑5单，不是这还怎么跑啊？真要找个厂，真要进厂打螺丝了，兄弟们！啊，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大学生了。全是人，全是骑手，这只是周边一个小部分，更何况有些大地方聚集的骑手更多。你们还想来跑外卖，怎么想的？走。芜湖辅警4000个人考，4000个人考芜湖的辅警，我还说什么呢？还有好多985的、211的，4000个人就招300多个人，现在年轻人难成什么样？所以啊，你想想，辅警都这么多人考，其他岗位还得了？真的就业太难。你说工作都找不到，还想着结婚生孩子，不在扯淡吗？真的是自己想给自己2个耳刮子。今天星期3，实在受不了了，
小区附近的超市星期三都打折。孩子放学回来，刚吃完饭，我说下去买一点菜和需要用的东西。孩子说：“妈妈，你给我买2根雪糕吧。”我问他想吃什么口味的，孩子说：“妈妈，你就看着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。”那个跟疫情那个时候差不多一样的感觉。那个于总总感到那个往街道，这是你妈一排门的，这空气。看看现在这是什么行情呀！天哪，感觉每间门面都在出租，生意没有办法做呀。你看这一条街，后天没活了，串子吃完。我姓梁，今年38。您现在主要是干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就是干零活，上厂子不用我。后天没活了，串子吃完。怎么解决这个住宿的问题？屋里小孩200一个月。现在怎么找零活也不好找。对，不好找，活少人多。现在厂子现在都黄了不少，工地他不开工呢。以前干买卖来的，现在买卖现在不好做，现在。您原来干什么买卖？水果啊，赔了，赔了20多万。看看，这就是我们音响行当的生存现状啊！原先我们这个音响市场，总共3排，你看倒闭了1排，现在人都很荒芜啊！就这还赚钱吗？给大家看看现在的生意啊，那个大叔卖杏卖了1下午了，没个人。那个阿姨卖粽子，这会儿了来了1个人。对面大哥卖西红柿，跟我一起出趟，1个人没有。就基本上打这个零工不下，干什么活都行。一拿身份证，拜拜。你不干活，你又没退休金，你吃吗？打00年上北京来了，一直都在北京，建筑工地、装修工地，什么工地都干。后来不给钱了，就差几百块钱他都不给。干日结起码我有钱。你今天我挣200，我挣100，我能吃饭。53万里，绝赔10万，1分没还。绝赔10万，1分没还。每个月的17号就是还款日，每个月要还800多的利息。借呗的这些钱全部是一笔一笔刷出来的，都是用于面包店的运营、进货、发人工工资。1100块都挣不到，哪里有那么多岗位？密密麻麻全是人，很多90后、00后也来这里打零工，一个招人的都没有。即便这样，每天依旧人山人海，很多人早饭都舍不得吃，一直在这里等到中午才会回去。经济发展几十年，现在全部回到解放前。感觉现在找工作就像闹饥荒，突然发现了有一种可以吃的屎，然后所有人都为了这个去拼命的努力，想要得到它。好不容易得到它以后，发现是真的吃不下去。这里是库尔勒南华市场，这是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老乡，找不到活就在这等着找活。干活的人还是很多，但是没有老板。钱难不难挣？农民的工的钱难不难挣？我从上个月都失业，我从上个月5月25号到今天快1个月了，找不到工作，不知道为啥这么难找到工作，我就想找个班上。钱还不够我付饭钱，我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跑外卖8了次都买了这个箱子，交了保证金100，完了为了打电话也交了50的话费，结果跑了一中午3个小时，跑了8单，挣了19块钱，还要交3块钱的保险，晚上1个小时跑了3单，挣了6块钱，一天挣的钱还不够我付饭钱。
嘛，下班了，这个热死人了！他妈个屁！领头上来喝红酒子嘛，给我们喝藿香正气水。再不走要命了！每个人可以打，马上打。叫老婆的马上炒来。你看一个宵夜都不敢吃。6盆，你这个2盆160多、170多怎么吃？前面跑得快，有后面跑得慢的话洗碗了。啊，那要上夜班就是了，宵夜都没有，天天吃。天天吃一样多，好不好？吃完饭了，看看今天端午节吃的是什么？看还有，哇，豆腐。为什么没有肉呢？不应该给个鸡腿和个鸡蛋吗？呢？我平时白看。你说那个会不会臭呢？当时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会臭的。这是我的大学毕业证，还有奖学金证书。今天一单外卖都没有跑，还花了10块钱吃饭。对不起，我给所有90后长板子的。今年这行情实在是太难了。我89年的，在家蹲了8个月，现在找工作两头为难，精神活轮不上，出体力身体扛不住，进退两难，不知道该咋办。你们也有这种困扰吗？朋友们，你们敢相信吗？自从失业60多天，将近70天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生活费啊，从原来的之前的1个月500块钱，到现在的1个月最多150块钱，是1天3餐，包括在内，也没有不抽烟不喝酒，反正就是150块钱。我这头已经4个月没剪了，10块钱的快剪我现在都舍不得剪了。我说1日3天1个月150块钱，平均1天5块钱一天，你们肯定是不相信的，100%的。但这就是事实啊，没有骗你们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失业之后到底节俭到什么地步呢？明天面试能成功的话，花5块钱买个鸡腿好好庆祝一下。希望明天能面试成功。现在很缺钱，想早点上班挣钱看病。外面的流浪汉也变得多了起来，大街上、商场里随处可见。我不了解他们，但是如果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，还能有点存款，没人愿意睡大街。今天端午节，路过临工市场，惊讶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在找工作。为了3餐，1年4季，每天都在这里守着找活干。以前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找不到工作的人，但现在多了好多年轻人。这人一多，工价就很低，但是再低也有人抢着干。以前一天再怎么样也有200-300，现在100几十块都大把人抢着做。很多人守1个星期都找不到事情做，饿了就吃个馒头，连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。底层真的过得很苦，想靠力气换口饭吃都很难。你看天亮了，还有多少人没找到活来？这就是郑州黄冈市劳务市场啊，这边人也不少。看到没，家人们，这里有小工、木工、钢筋工都有啊，你看到没？你的脚怎么啦？我的脚小的时候断掉。断掉？你在这里工作吗？不是，我们到处捡垃圾。哦，捡垃圾。对。捡瓶子、捡纸箱、捡灰土。你是哪里人？安徽与河南交界的地方，属于安徽管。安徽。啊。哦。就这个人，每天都到这儿躺4-5个小时，饿了就去我店里去要东西吃。他每天都来，坚持现在有大概12天左右了。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崩溃。第一次感觉到这么难，人生怎么这么难？摆地摊没想到这么难。今天连20块钱都没有卖到，而且我的房租马上都到期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，现在每天连饭我都不敢吃，每天我只吃个馒头，而且泡个方便。
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一个00后，本来摆个地摊创个业，没想到这么难。现在我连吃饭和下个月的房租都是问题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真的就这样了吗？死了。那活该了，当真是。哎呦，没跟他收两只也不对。找你那是昨天买手吃的才到上古源山那块儿。爸爸，你还没有找到事儿干吗？没有，不会呀。给摊去的吗？还是还是干啥的？现在是心里很乱，就扫对门一道。没事的，爸爸，我们在家里能陪陪我们就可以了。哎，打了20几年工了，还是个打，到头来一无所有。面试了10多家，全部被拒了。理由不是能力不行，是一个40岁的女人，年龄太大，我们95后都要不完。我在看电影，我随便说话无所谓，因为整个电影院只有2个人，太吓人了，还是19.9块买1送1的，我的天哪！看这个电影院的多萧条，这么大一个电影院，只有我1、2个人，大家的钱都跑哪去了？这么好的电影，休息日也没有人，经济太萧条了。你买多少钱了？昨天呢？一样。这是啥？这是大蒸蛋。你呢？另外，你这个叫。昨天呢？就是。前天呢？零蛋。大酱面呢？零蛋。你几天买90块钱？5天。给过你喝粉的。好得看，一个出租，2个出租，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哎，10个、11个，哎，那里还一个12个，老妹才几个，那么多出租的。全部是出租的。以前那条马路的话，转让费都要几万，租金的话每个门市不低于5500。现在你看空了好多了哟。那个实体店的生意，那只有头上几家了干。真的是好难哦，1个月搬一家了，你看的，全搬完了，还剩下2个单打独斗的店在这里。上海网约车天塌了啊！停车场都停满了，都停不下了，4000多都没人租啊，没办法，都没有人挣。挣钱有多难？1个小时13块钱，有多少人愿意干？我一亲戚在地铁口摆摊卖面包哈，正好今天我们从我妈那回来，从那路过，就说过去看一下，他就非给我们拿了一包这样的面包，是30块钱，这一包大概是10个面包。这已经被我家孩子吃了好几个了。其实我是非常过意不去的哈，等于他这一晚上就白干。他这个面包呢，也不是他自己做的，就是他们面包厂里面现在效益不好，老板呢就想着说再做一点这种单独包装的短期面包，拿出来让员工去卖一下，10块钱3个，7、8种样式随便挑。我亲戚呢，他就是拿固定的加班费，每天白天在面包厂上班，大概是110块钱，到5点钟下班以后，他就推着这个小推车去地铁口卖面包，老板给他13块钱1个小时，一般至少是4个小时，超过4个小时人家也不会给你加钱的。我亲戚每次都是超过4个小时，
我说到点了你就走，反正又不算你业绩，卖多卖少，你就是13块钱1个小时，4个小时52块钱。我亲戚就说，我回家反正也没事，我多卖点，老板也会觉得，哎，我卖的不错，他后面他还会继续让我卖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下班之后卖面包的这个活不是人人都有份，虽然只是13块钱1个小时，也不是人人想干就能干的。我想想哈，1个小时13块钱，一杯奶茶除了蜜雪冰城有不少5、6块、6、7块这样的奶茶，其他大部分奶茶店13块钱的奶茶应该是最便宜的标准了。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花钱了？因为真的见识到赚钱太难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为了几块、10几块钱的钱，蹑手蹑脚、犹豫不决的，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他就是吝啬，就是小气，可能人家生活本来就是那么不容易。